明呢個字部首係邊一個，筆畫係幾多，呢個字應該點樣用？點解學中文咁難噶？其實學中文一啲都唔難噶，仲可以好好玩，同埋可以好有趣。等我介紹一套可以俾小朋友愛上學習中文嘅神器俾大家，孩子學中文嘅好幫手——認字樂點讀教材。認字樂點讀教材將100張中文字卡運用咗圖像記憶法，俾小朋友學習中文變得簡單又有趣。圖像記憶法唔單止可以幫小朋友將抽象嘅字形轉化為具體化嘅畫面，加深記憶，再配合字卡嘅3種語言點讀效果，可以提升小朋友嘅語言表達能力。而且每一張嘅認字樂中文字卡都附有實用有趣嘅點讀 icon， 以口訣嘅形式幫助小朋友直觀理解字義、字形同埋配詞。我哋一齊嚟認小，小字先寫豎直勾，左邊鼻粒小豆豆，再嚟右邊鼻粒小豆豆。仲會教授小朋友運用聯想法去認字。我哋可以利用聯想法去認識苗呢一個嘅字，我哋可以咁樣去聯想，一棵叫做草花頭嘅幼苗喺田入邊慢慢咁樣生咗出嚟嘅。認字樂最厲害點讀嘅地方係每一張中文字卡都有部首點讀大講解，有獨立寫嘅刀，而另一種形式係立刀旁，通常寫喺字嘅右側。做部首嘅時候，通常用喺刀具、武器、切割動作或者形狀嘅有關嘅字。更加厲害嘅係每一張中文字卡都提供咗簡單易明嘅字源演變、字義嘅解釋，唔單止係俾小朋友認字，亦都係幫助佢哋真正理解字嘅含義，可以係做到活學活用。喺甲骨文入邊，巴字嘅形狀就好似一個張開嘴巴嘅人喺度講緊，我好想要某一樣嘢啊！表現出好渴望嘅神情，所以巴呢一個嘅字亦都有盼望嘅意思。有一個嘅詞語叫做巴望，係解釋非常期待嘅意思。